来看中华职棒哦，这几天伫华人的比赛，燕哥附近的宫庙的闹热，多好的闹热放炮啊、放烟火，嘛因为上过分哦，阁有四个拢是水虾，所以这几天的比赛状况是真多。 这是中华职棒20日花莲联赛大战，比赛进行到7局就半，大量的乌烟突然飘入球场，烟雾和比赛需要暂停10几分钟，球迷只能等待看啦啦队表演。之前没有遇过，就是这个也是中华职棒比较特殊的案例，就是会遇到那种庙会的烟干扰到比赛的。我朋友是有遇过桃园有浓雾干扰，然后延赛的，所以都什么情况都有啊，算是解锁人生初体验。这是中华职棒头一班因为宫庙烟火影响煞暂停，花莲县政府随即通知环保局校长协调附近宫庙绕境活动。也不过基本上烟火已经在放啊，也无啥可能暂停，只会当协调避免以后佮发生这款的情形。由环保局来进行后续的一个处理。那有关接下来的8月份的职棒赛事呢，我们也会进一步跟我们附近的公庙呢进行沟通，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一个职棒的一个赛程。那也希望让之后的一个赛事都能够更加的顺利进行。另外，现场照明设施的强光也起未少水沟虾。连续2日了后的规场比赛，拢有水沟虾4月杯，增加未少困扰。官府回应，通煞问题属于自然因素，户外空间较无法度解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